Hello，大家好，我係 Crystal，多倫多嘅全職地產經紀，歡迎嚟到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喺而家嘅市場咧，79萬你就可以買到雙車房嘅 townhouse，你冇聽錯。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啱啱又推出咗一個新嘅 project， 個名就叫做 Montera。今日呢個 video 咧就會帶大家了解下呢個 project 同埋值唔值得買。我呢幾年有客人朋友咧都搬咗上去 Aurora， 點解嗰個區咧越嚟越受歡迎？原因其實好簡單。好多人想遠離社區，但係又唔想離多倫多太遠。Aurora 生活節奏舒服，比萬錦 Richmond Hill 更加寧靜綠化，亦都好多。交通方面，呢度已經有 GO Train Station， 直達去 Downtown 多倫多。咁其實離萬錦或者 North York 咧都唔話真係咁遠嘅，沿住404 30分鐘至到40分鐘就已經到達，同埋咁受 family 中意咧，因為佢度小學或者中學嘅校網區都相當不錯。我哋睇一睇個地理位置 ，Montera 位置喺 Leslie 同埋 Welland Street East 西南角位，背靠最出名嘅 Magna Golf Club， 附近有超市例如 Farm Boy、Walmart、餐廳、公園、學校，3-4分鐘仲可以開車去到高速公路404，好方便。講到 Magna， 好多人第一時間就會聯想到豪宅社區，唔單止環境靚、綠化多，仲代表住喺呢一區嘅人都屬於比較高端、低密度嘅住宅環境，亦有助提升物業吸引力。Magna Golf Club 係加拿大頂級私人高爾夫球會之一，唔係公開球場，採取會員制，私隱度非常之高。你而家係講緊幾萬蚊嘅年費，仲有昂貴嘅入會費。今次 Montera 呢一個 project 咧，就係喺 Magna Golf Club 隔離，而喺南邊嗰度咧係好多豪宅噶。呢一個 project 最大嘅吸引點就係佢係 double car garage 雙車房，跟住喺 driveway 嗰度咧仲可以泊到2架車，即係你可以 total 泊4架車。面積由1900尺至到2320尺，有3房、4房，有啲即仲可以改到係5房。或者你可以預留多個房間做 home office。發展商今次優惠都幾有誠意，送 finish basement 5件式家電套裝，全屋都係鋪設 vinyl 防水地板，主層9尺樓底，全屋都有 smooth ceiling， 送冷氣機。個 development charge 上限係1萬蚊，最正就係頭嗰2年 plot fee 管理費全免。而家落訂簽約只需要2萬蚊就可以鎖定單位，預計收樓時間係2027年秋天至到2028年春天。我而家手頭上咧就已經係有晒 information、floor plan、price list 等等，如果係有興趣嘅，記得 WhatsApp 我，記得 like、follow 同埋 subscribe，我會繼續帶大家睇多倫多嘅新盤。Bye。